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最新披露说截至2024年12月21号，该网站发布累计纳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已达到8489229个人，说其中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体数量剧增，也就知道这个房地产行业是什么个现状。房地产行业里面很多老板或者从业人员已经是老赖了，失信被执行人。说天眼查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被执行总金额 TOP 10企业中有8家是房企，分别是恒大、宝能投资、聚盛华、上海世贸、融创房地产、泛海控股、佳兆业和南京雨滴智能。上述企业在2024年被执行金额均在110亿以上。同时被执行的前100名这个企业中几乎都是民营房企，唯一有一个例外的就是深圳市安居集团，它是罕见的国企。而就这个深圳安居集团，它也是因为恒大把它带到水里去了，应该是跟这个山东高速的官司两个国企之间为恒大这个投资款的事。从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出这个房企目前是什么个现状。这个新浪财经今天刊登一篇关于融创的报道，说融创化债走到博弈的十字路口。截至12月23日中午，融创本次境内公开市场组中已经新增一些投票通过的债券。不过跟上一篇预料的一样，融创和一小部分债权人的博弈陷入僵持。据路数了解，一家来自上海的金融机构态度强硬，不同意本次境内重组。他持有 PR 融创01 20% 以上的金额，妥妥的大债权人一枚，有不低的话语权。这家机构此前之所以态度强硬，主要原因是持仓成本足够高，高到是 P2 融创01的面值。这一下这折就折得太狠了，受不了。面对融创一涨再涨的情况，这家机构无法信服融创的还款预期，即便融创在 N 多房企里表现出了很高的化债意愿和不算低的化债能力。在此前的沟通中，这家机构要求融创遵守规则，按照6月公告的方案那样进行分期付款。境内债的债权人不想等了，只想你给分期付款。上一次说的是分期付款，你现在又给我玩要换，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其实不只是 P2 融创01，还有其他的债券也有大债权机构之前的态度很强硬，认为重组方案不应该把债权人预期打到地板上。这家机构在业内知名度非常高，1年前开始外界管它叫白武士。这个融创爆雷以来它的境外债迅速重组成功，因为那个时候刚爆雷。我认为境内外机构对房地产的这个风险以及房地产的这个惨状没有那么深的认识，认为这个政府一救市应该能过去。你看政府又是万箭齐发，又是什么对吧？什么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又是拯救什么供应端等等各种小作文对吧？没把韭菜骗了，把这些债权人也给骗了，总觉得政府只要救市，那个房地产就能稳住，那融创就能缓过来，那总比他破产清算。所以境外债的人很快就达成一致，加上孙老板有诚意，他有化债的这个意愿和能力，所以这个境外债很快就重组成功。但是你看现在暴雷3年过去了，境内债的债权人他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家现在都发现了不行怎么救市都救不起来。你想这个时候你让境内债的债权人那些债券的持有者，你让他再给你展期，说展几年就好了，人家说你赶紧还钱，别跟我扯这个，或者你还一部分，大家心里都有预期好不了，但是人家不甘心，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什么没捞着，你得先给我还一部分。大概就这意思。要不他的重组方案，境内债重组方案很多人不同意呢。不同意的原因不是孙老板没有化债意愿，也不是孙老板没有化债能力，是这些债权人不相信这个市场。那谁会相信3年以后5年以后会好所以多少你得给一点。要说这个化债这个债权它的预期收益有多惨，大家可以看看恒大。今天有媒体报道说12月23号阿里拍卖平台上线了一项拍卖项目，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2 亿债权，也就是我持有恒大地产 1.2 亿的债权，我现在把这个拿出来拍卖，起拍价多少呢？起拍价居然是1块钱。这个竞拍将于2024年12月25日开始。1.2 亿的欠款，这个债权你想拿走，起拍价是1块钱，大家来拍，价高者得。从1块钱拍起，就说明这个大家预期都差吧，就是你这 1.2
1.2亿，你还想从恒大要回来，你不仅钱要不回来，恐怕还搭点钱进去。你去维权，你去这个实现你的债权，你不要花成本了，你不得请个律师啊？你说不定还去打官司，对吧？你来回坐飞机、吃饭、出差，跟他谈判不需要人，也就是说，到时候你1.2亿1毛钱拿不回来，你和他搭钱进。他说，此次拍卖债权实际上是恒大系上海丰涛置业有限公司欠上海早田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程款、保证金、补偿款以及利息。他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丰涛置业有限公司在2023年已经破产清算。你看，也就是直接的债权人已经破产清算了，那他这个恐怕只是追他的母公司啊，那更难。此次拍卖对破产清算公司的债权可实现性很低，因此起拍价仅有1元，不知道谁会去要占便宜，花几块钱把它买了，万一实现了呢？所以人要有理想，对吧？拿几块钱就搏一下这个1.2亿。这个例子实际上就说明融创的那些境内债权人为什么不同意啊？就你这玩意儿债权值钱吗？1.2亿到时候就值1块钱，对，当然实际上拍多少不知道啊。总之大家预期很低嘛。融创比恒大难道好多少？好不了多少。我们再看一篇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中国房地产的一篇报道，标题叫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陷入地难，就是你退地啊很难。它这个标题封面啊那个图片下面介绍叫中国国务院总理12月16日召开国常会谈及专项债的投向领域时，将房地产市场放在首位，显示官方正加大力度盘活地方闲置土地，也就是把这个专项债啊用来盘活这个土地。那盘活土地呢，不好多专家不建议吗？政府把那开发商买走的房子土地啊闲置的把它收回去，这样一来解决开发商的这个缺钱的问题，然后这个地方政府可以把这闲置的土地再盘活。你看看想的多美。实际情况呢，我们看联合早报他怎么说的啊？他说退吧就得接受地方政府的骨折价，不退吧就要再往里面投钱，建一个未来可能没有销售前景的项目。他说上海资深地产业内人士刘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如此形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当下面临的退地困境。退地指的是房地产开发商将原本拍下的地块退回给地方政府，通过退地，房地产开发商可以缓解流动性压力，集中资金交付项目，地方政府也能收储闲置土地，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减少土地资源浪费。说了啊，初衷都是好的，一套又一套，实际操作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联合早报说啊，不过在地方政府囊中羞涩的背景下，动辄上亿元的退地金并非小数目，退地成了地方政府如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曾经被房地产开发商争抢的土地，如今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是谁都不想接的烫手山芋。恒大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谁手上拿的地多，谁爆的雷多，就这么简单。现在你看看爆的雷太多了，想把这雷再还给政府，哪有这么好事呢？所以说这些专家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好不容易让你把雷爆走了，你把雷再还给政府。据刘军了解，房地产开发商联系地方政府退地时，基本都会做了被砍价的准备，一般只期望拿回最初拿地价格的6、7成，也就是你1个亿拿的地，你现在退给政府能退回来6000万，已经谢天谢地了，这都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但是啊，只有你想不到啊，没有政府办不到的。说地方政府砍价幅度比想象的要深得多，就是在6折的基础上再打6折，也就是1个亿的地，现在你要退的话，给你退3600万。刘军说，地方政府还会以收储为保障房的方式劝退想要退地的开发商。由于保障房用地价格远低于商业用地，这意味着开发商可以拿回的款项更少。什么意思呢？你开发商你这地你要不开发，他就以收储的价格回来做保障房，那价格比3折还要低，这还要恐吓一把开发商。说被问到想退地的开发商数量时，刘军停顿片刻后说啊，手上有土地没开发的可能都动过这个念，当看到前面的碰了一鼻子灰，就知道去了又白去，就是手上还有地没开发的都想把地退给政府，你好歹退点钱给我，不玩了，哪有这么容易。他坦言一般开发商心里都明白，现在让政府掏钱出来真的很难，因为确实政府自己口袋里也没钱。为了帮地方政府解决钱的问题，中央政府过去2个月频频出招。首先是中国自然资源部11月发布文件，鼓励地方运用专项债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不过说对于方方面面都要花钱的地方政府来说，专项债资金是否真的落到退地以及优先哪些项目仍有待观察。刘军形容这个过程就像是地方政府在做一道
财政几何题，哪边留多哪边留少，也是有一个匹配的过程，如偿还拖欠企业欠款、兜底三保等，都是政府要优先考虑的。刘军透露啊，在实际的收储过程中，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做的是给政策，如调高地块的容积率，让开发商可以建更多单位，或将土地产权从40年延长到70年，前提是开发商再补点钱。不过刘军认为这些政策能起到的效果有限，但一个开发商都决定自己打折，只为退回一点钱时，说明他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怎么可能会追加投资呢？你再往里扔钱，那就扔到水里去了，那只能把这地放那空着。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啊，退地集中在央国企开发商，说尽管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面临退地难题，过去几个月，中国广州、武汉、天津、福州等地已出现多个退地案例。联合早报梳理后发现，完成退地的开发商大多是国家队。这个我在以前我就说了，你要玩退地，你要玩收保障房，那政府一定是收国企的，因为这个是左口袋倒右口，都在自己口袋里赚。事实证明啊，现在有几起政府收地的，就把开发商地收，都是国企啊、央企啊，所谓的肉烂在锅里。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啊，他说近期的退地项目主要是一些央国企率先提出退地诉求，退地原因包括地块开发前景不明朗、企业无力或无意愿开发、企业资金状况出现压力等。严跃进指出，这类地块的大多是通过应付票据、财政资金直接回购等方式进行，并未直接涉及专项债。自官方11月明确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土地政策以来，山东、湖南等地已响应，具体做法包括召开专题会议、发布征求意向书等。严跃进认为，专项债是收储存量土地一个重要的资金，甚至是最大的资金。据他观察，3、4线城市以及一些市场波动较大的地级市或省会城市收储主动性较强，相对而言，1线和新1线城市此类动作或信息披露则少得多。分析师说啊，收储下一步是卖地。广州中原地产项目总经理认为，官方目前的策略更倾向于控制土地的推出，让市场有消化期，而非推了又退啊。黄涛指出啊，退地并非完全负面，而是一种正常做法。退出来土地在适当时可以重新招拍挂，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在刘军看来，开发商找到接盘的下家并不容易，如果有人愿意接手，政府可能乐于做中间人，反正都是生意。如果找不到下家，政府索性给你打个骨折。他说啊，央企之间反正都是亲兄弟，大家互相配合，实际上也就是腾挪了一下。民营房企要找不到人腾挪，就会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这是联合早报报道的，这跟我以前咱们分析的是基本一致啊，就是专家拍脑袋拍出来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反人性的。就是在政府没有钱的情况下，你让政府把民营企业拍走的土地给他买回来，把民营开发商开发的房子给他买回来，我不知道对吧？谁有这么大的勇气啊？他自己还没钱，好说政府给他专项债资金，因为他没钱，到处都缺钱，你就给他钱，他为什么要往这儿花呢？他不给自己先发工资吗？得想办法把这发工资啊，白花花的给了这些开发商，难道不是造孽吗？所以你要逼急了，你说每个地方啊 KPI 是要收多少块，那行，那我就收国企的地。那些国企啊，那个叫城投平台啊，以前买的地本来就是刷单，对吧？政府搞个招拍挂，已经没有开发商愿意买地了。这2年哪个开发商民营企业愿意买地啊？这疯了差不多。除了个别的白手套啊，都是城投公司跑去刷单，把地从政府那儿买过来，把钱给政府，政府拿来发工资，然后城投公司再把这地抵押给银行，从银行掏出钱出来。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啊？然后那地放在那不开发，本来等着这个土地行情好了，房地产市场回暖了，这些国企啊把这地再卖给民营企业就完了，这不就是循环吗？结果房地产市场迟迟好不了，他地也卖不掉啊。这个时候好了，给这个政府说，哎，给你100个亿，你呀把那些开发商手上地不开发的闲置的把它买回来。他第一想的是这100个亿我要给大家发工资啊，要不然这人天天闹啊，不好好干活啊，天天抱怨，对吧？大家去年奖金也没发，今年工资只发了2月，欠了这么多工资他不发吗？那实际上你实在逼得太急啊，你说每个地方必须收多少，到时候要考核，到时候要检查来审计，那行，那他就把以前卖给国企那地再给他买回来吧，把钱又到国企那，就把银行的贷款还上，不转一转，然后他又把那地拿去拍嘛，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这第2轮开始了啊，政府把他收回的地再一拍，又让国企拍走，国企又给抵给银行，银行又把钱掏出来给政府，不就是玩这个游戏吗？这就钱对吧？没有出他这个体系，肉是烂在锅里面，钱是从左口袋倒到右，哎，
完美的实现闭环。有人说了，那就规定他必须收多少民企的土地，那你就完蛋了。你要这么逼他，那不就是寻租腐败了吗？收民企的地，刚才说了，打6折、打5折，你以什么价格收呢？不打折也行，对吧？1个亿卖给民企的，现在1个亿收回来，民企想着我6折卖我都愿意，到底以什么价格卖？民企说，对吧？你1个亿再收回去，原价收回去，我给你送2000万，是不是就是寻租啊、腐败啊？那这中间猫腻有多少？所以这些专家啊，天天嘴上喊着是市场化、法治化，实际上做的一切都不是市场化、法治，都是计划经济，希望政府去调控，政府去干预，政府一干预一调控，那就是各种寻租啊。关于政府啊拿钱去收开发商的土地，或者收开发商盖好的房子，所谓的收储，都是问题特别多。我们再看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呢也能说明问题啊，就是央企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是啊已经上了这个赛道了。什么赛道呢？就是暴雷的赛道，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这个网上啊流传一个截图啊，是福州的一个新房交付，业主联名拒收，而且这个楼盘呢网传啊是保利国贸天晴湖项目，业主集体拒收。这是发了个拒绝收房声明，他说各声明人为购买贵司开发建设的保利国贸天晴湖住宅项目的消费者。他这个抬头啊致3个开发商，其中一个就是福州保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个是福州国贸地产有限公司。我记得国贸应该是福建比较大的一个开发商吧，本土开发商。然后这个保利那就是央企，他们合作开发的。他说近700户业主本着对福州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以及对国企央企的信任，购买保利国贸天翠湖项目，但结果事与愿违，高价购买国央企开发的高品质住宅产品。原希望国央企能够履行基本社会公德和道义，确保老百姓安心买房，保质交付，安心居住。但是国贸地产、保利发展2家国央企在保利国贸天晴湖项目上废了初心，忘了使命，项目实际品质与销售承诺、宣传效果严重不符，以劣质工程故意隐瞒、删除宣传、拒不整改、逼着交房等恶劣行径，给近700户业主造成严重的侵害，为福州城市形象抹黑，亦是对国家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稳定房地产等若干号召的背刺。他说，自2024年8月至12月，广大业主与开发商进行10余轮的交涉协商，希望能按营销宣传及合同约定对应整改优化。但目前为止，开发商始终傲慢敷衍的态度，明确表示不作为、不整改。全体业主在此郑重声明，若贵司仍然拒绝对天津湖项目进行实质性整改，并严格按照贵司宣传承诺的标准进行改造，向全体业主交付售价格、宣传效果相匹配的高品质住宅产品，全体业主将集体拒绝交付，并采取一切正当手段追究贵司严重违法违约的法律责任，请贵司慎重研判，积极面对。保利国贸天翠湖项目业主联名，2024年12月18号。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通常啊，像这种维权更多的都是对民营企业比较多再多一点呢就是地方国企也有。像这种啊矛头直指地方国企加央企，保利现在是一哥啊，这个恐怕比较罕见，这个叫一叶知秋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非常低迷、房价下跌的这个大背景下，国央企业过去啊房价稳住或者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央国企开发的楼盘有点瑕疵，那都不叫问题，业主不会闹的，不会联名不收，顶多1-2个刺头啊不收房，到时候一谈给你免1年物业费，他马上就收房了，啥话都不说了。为什么呢？你再说房价涨了，人家是那退房就退房嘛，对吧？把押金退给你，人家再卖给别人，还赚钱了。房价涨了，所以说业主没什么好闹的，业主闹只能说明房价暴跌，本来业主心里就不舒服，房价跌了，大家知道吗？你想一想，如果你买房，你这是700万买的高品位房子、高品质的，现在恐怕周边啊已经只值600万了，同样的房子，你心里本来就憋屈，结果他的交付标准跟合同跟他营销的还不一样，那你说你能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了，那就得维权了，拒绝交付啊，要整改，不行我把房子退给你。在这种情况下，央企也扛不住啊，所以我说房价这样下跌啊，一样的都扛不住。你央企现在卖的房子比保
保利啊，比万科啊，比这民企要多，但是遇到的问题也更多，到时候遇到的维权退房一样的多。这本质原因就是房价跌了，买房的人心里不舒服。如果你是700万买的，交付的时候那周边房子涨到900万了，你还会为这些事情不收房吗？所以从这个也可以看出啊，保利啊，实际上也是岌岌可危啊。不要以为它是央企就可以高枕无忧、暴雷无缘，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排在后面而已，对吧？等到万科爆了，那后面就是这些央企。这个网上啊，很多业主啊，也是错误的买了房，掉坑里面，比比皆是啊。今天晚上又有一个网友啊发了一篇文章，催人泪下的标题叫26岁因为人生的第一套房子亏掉了140万。这个网友说啊，他说2024年冬至凛冽的寒风，说跟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做了告别，站在中庭水汽吹了很久的冷风，还是很不争气的哭了。说21年的2月，宁波楼市是很火爆，爸妈想给23岁刚本科毕业的我安全感，在宁波新房的限购下摇号摇到了这套期房，2万出头的单价，182万的总价，首付60万，贷款122万。22年呢，我继续读研，每月我的爸妈都替我承担9000左右的月供。大家知道吗？22年那个按揭贷款利率是多少？5.点几啊，最高的达到6%，他这恐怕是5.6%，什么概念？他就这样坚持了3年时间，直到今年房贷在7300左右，恐怕中间还提前还贷了吧。他说房子在23年6月交付，当时距离开盘价2万已经跌了5000一平的单价。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买的时候是2万，你交付的时候变成1万5了，你说业主他心里能不难受吗？然后你这时候房子有问题，他能收吗？他的提灯定损了，拿着探照灯啊去找毛病。开盘是2万，收房的时候变成1万5。说24年12月，我和爸爸妈妈拿着房产证去银行咨询抵押，他说这套房子的市场评估价只剩下82万，楼盘还有在售新房，说同户型面积正常楼层价格90万，说辛辛苦苦还了3年的贷款，还欠银行114万。他说这套房成了资不抵债的负资产，也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只值80万，但是他欠银行贷款还有114万。3年里我们一直抱着自住心理，从没想过要卖掉它。他说所以很可笑的没在乎涨跌，只安安心心的还着月供，直到今年下半年暴风式的拦腰跌停，2个月的交心和无法安睡，我们最终决定把它卖掉。昨天77万成交，没满2年，包完增值税5万和付掉中介费，还剩下71万左右，算上3年的利息20万和契税、维修、物业费，一套房子总亏损达到了140万，卖掉房产倒欠银行40万元。说普通人真的太难了，也不是炒房，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却落在这样的下场。也会有人说啊，自住那你留着管它涨跌，可是它已经是负资产，3年跌了100万，资不抵债，我还要还着高额的利息去等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涨回来吗？横盘就意味着还要再跌，如果3年后我用70万的价格买回来，持有3年的利息，是不是又是我的亏损？所以比如资不抵债的房产，自住能扛下去就是个笑话。这个网友说的是实际情况啊，就是很多人都是你还了3年的贷款，按揭也首付也付了，完了之后那房子你把它卖掉，你还倒欠银行钱，你前面花的钱白花了没了，你还欠银行钱。你看这个房子，一套房子一买一卖，把你这一辈子的积蓄搜干净了，你还欠着钱，这就是这么神奇。它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有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就包括这个主人公啊，他写了这么多，他还没整明白，他还在抱怨问题出在杠杆，你加了杠杆那没办法，他扛不住5.6%的利息，什么概念？你贷款122万，为银行打了3年的工，这3年你还的钱基本上都是利息，本金很少。为什么他自住他都住不下去呢？因为他后面还要还按揭贷款，越还越没有信心，压力越大。按照他这个情况，他还在上学，他们家就给他贷款加杠杆，在最高点给他买了房。2021年差不多是最高点，你在最高点的时候，本着自住，你也是风险很大，除非是全款，对吧？我没有杠杆，他为什么住不下去呢？因为他后面还要还几十年的利息，贷款呢一直在还。所以再看看现在啊，还有很多人在深圳、在杭州疯狂炒房，他们不觉得这个房价这么高跟他有关系，房价暴跌跟他也有关系，自己害了自己，然后他也埋怨社会，对吧？当初为什么要买呢？你听谁蛊惑的呢？
就像现在一样，很多人还削尖脑袋，还指着买房子来暴富，实现财富自由。再过3、5年，他恐怕跟这个网友也一样，到时候又要抱怨社会。你闭着眼往里冲的时候，你可想过房价腰斩的时候？反过来说啊，如果房价从2万涨成4万，现在是4万，他是不是又是人生赢家，又是另外一个面孔？所以我说啊，买不买房跟个人有关系，你的抗风险能力跟你个人资产有非常大的关系，你不能照搬照抄。大家其实算个账，他这个房子如果他不卖，他亏损没那么大。当然呢，我不说后面还要跌啊，到目前为止他要不卖的话，他亏不到140万，对吧？因为他过户、交易手续费、还中介费等等，这些都是因为他卖产生的费用，对吧？几十万，然后他亏掉里面的钱，很多都是利息，120万，一年的将近7万，大家算他3年利息就是27万，而且利息还往前算，银行算的利息是你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所以你前面还的大部分是利息，贷款122万，利息是5.6%，你想你一年还多少利？你的工资才多少，对吧？显然他已经就是杠杆太高啊，还了3年以后，每个月还款还要7300，你说你读个研究生，你毕业之后你找什么工作7300呢？这显然是小马拉大车，盲目跟风，对吧？没有这个抗风险的，现在后悔晚了，这叫一贫如洗啊，一把洗干净，这叫为自己的认知费。所以大家引以为戒啊，就是你每个人要买房，老有人问我什么地方房子可不可以买，我哪知道啊？你得结合你自身情况，你的抗风险。就胡一金老师这样的，他在北京再买套房没毛病，他跑到上海买套房，他甚至跑到杭州买套房都行，跟个人抗风险能力有关系，所以要慎重啊，要三思而行。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